继续来到台南市，有一阵对汉民族的传统衫真有趣味的乡亲，伫个国华友爱商圈发起着游行，将近200个民众穿着汉民族的衫，做伙行就街路顶，唔但来推广着汉服的水，嘛来发扬属于台南的传统文化。 台南市区出现一阵古装打扮的人，这是一阵对汉民族传统服装真介意的人自主性发起的活动，差不多有200个，因担任做古早时代各种的角色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推广汉服这件事情，再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技艺，或者是活动，来让台南的文化能够更深层次的去发展。 唔但好民众有穿汉服的体验，同时佫有文创商品，也佫结合公益社团、合作社团体，买当参加各项文化体验的活动。你觉得这样穿上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漂亮。这个活动有推广汉文化的使命嘛，希望讲会当打造属于台南的传统文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